你今天穿的跟这个场景好搭哦。对不起，我是一个演员。被人放鸽子了吧？嗯，你约的吗？应该是个男性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这灯光就知道，跟主题酒店似的。我觉得吧，下次啊，就买2张电影票。你很懂男人。完全不懂，电影票便宜啊。我是觉得吧，看什么对于男人来说不重要。那你是不是觉得约会的时候考虑自己喜欢什么更重要？你觉得呢？快开始了。这一刻，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控制的一步步走向舞池。充满生命力的东西，永远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这是表演的一部分吧，行为艺术嘛。这个世界不是不完美的，应该是用了布莱希特的渐离手法，让观众在某些时候跳离情境，反观自身。不，每一个瞬间，世界都是完美的。你这么说我就懂了，我觉得就是说，人生有高光的时刻，就有逃避的时刻。不，看到逃避到什么时候？所有的儿童都是潜在的老人，所有的婴儿在他身上都带着死亡，所有垂死的人必将。